對於我嚟講就係活在當下咯，enjoy 每一個 moment 咯。呢啲咁有活力嘅女孩子，梗係要啲比較開心啲嘅顏色啊！咁你係咪好中意咖啡？係啊，我中意自己本身中意飲咖啡啊嘛，同埋見即係有陣時，即係可能啲熟客翻嚟咧係幾開心嘅，即係好似你哋做 salon 都一樣，你都要睇下個客想要啲咩，去俾翻佢想要嘅嘢咯。又唔一定要考牌嘅，但係會嘗試去試唔同產地嘅咖啡豆咯。第一份工都係做咖啡師，但係途中有喺外國做過 bartender 嘅。我揀咗個643同埋8.1，一半一半。咁因為我想令到佢出翻一個中性啲嘅顏色，可以代表到 Helen。